谢谢各位大哥的救命之恩。哎，梅子姑娘，快快请起。我担心梅子八成出事了吧？这不会吧？算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各位还是先回去吧，免得家里人惦记啊。哎，板桥，你要上哪儿去啊？我得把他找回来，大老远的，我把他带到扬州来，这万一要出点事儿，我怎么跟他家人交代呀？哎，要是去的话，我们大家一块儿去找吧。哎呀，算了吧，你们大家还是先回去吧，明天我一早到你们的净野精舍来。啊，我先走了。那我们也走吧。好，走吧，走。这板桥去了这么长时间，也不知道找着了没有。是。不管怎么说，也应该有点消息啊。是啊。板桥回来了。哎，板桥回来了，找到了梅子没有？啊？怎么样啊？抓住他！快抓住他！别跑了！快点抓住他！别跑！快点！站住！这边来，快点！快点！梅子，张大哥，抓住他！张大哥，张大哥，梅子，你快怎么了？救救我！怎么了？别着急，我的家都把我出卖了，他们现在正在追我。这样吧，你们4个先在这应付一下。梅子，你跟我来。我看这样吧，咱们还是先进屋去吧。好，走，快点，快点！在这儿，走，进去，走。走。哎，慢着，这边，那边，走，快！跑哪儿去了？我问你们，听着，谁是这房子的主人呢？啊？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啊，私闯民宅，你可知罪呀？什么酸溜溜的？走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都给我认真搜，认搜，别落下一个角落啊！码好了。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看什么的？我们在找人。哎，你们看见一个姑娘没有？啊？我问你们呢。哎，你是干什么的呀？你说我是干什么的？哎，你还蛮嘴硬的。我问你，
看见那个姑娘没有啊？啊？男的嘛，倒还有几个，姑娘没看见。装什么糊涂呀你？嘿，你知道你是跟谁说话吗？你去扬州府马桶派家打听打听，我是谁？好，跟你们这些穷秀才扯不清楚。他妈的，这明明看到跑到这个院子里来了，难道他会长翅膀飞了不行？啊？那好，你们就搜搜看吧。啊？是啊。走，给我搜。走。哎，你们3个到那边去。哎，你们2个跟我来。好，走。里面有人吗？有人没有？有人没有？哎，抓住他，快追，快追！站住！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哎，快追！抓住他！快！快住他！别让他跑了！快！赶到那边去！找到没有啊？没有啊！哎呀，闷死了！快点往那边追！啊，那边！快！快点！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！快！抓住他！别让他跑了！站住！别让他跑了！哎，走！哎，板桥，来，咱们到后去。快点！来了。梅子姑娘，出来吧，他们走了。谢谢各位大哥的救命之恩。哎，梅子姑娘，快快请起。梅子，可找到你了。哎呀，真有梅子，你看看，你这一出走，可把郑大哥给急坏了。是啊，多谢郑大哥。你就别客气了。哎，梅子啊，这是咱们前世有缘。这些人呢，虽然都见过呢，可你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。这是金农金大哥啊，金大哥，这位是汪大哥，汪大哥，这个呢是高翔高大哥啊，高大哥。啊，对了，这位是黄慎黄大哥啊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北京那个对子啊，就是他对出来的。黄大哥，啊，那个对子是我和郑大哥一起对的。哎，好了，我看你到了扬州啊，这到处都是板桥的朋友，现在啊就调到了朋友堆里来了啊！哎，咱们到屋里聊啊！走，来，哎，走，哎，啊，说话呀！你们都哑巴了是不是啊？鲍司仪，东街北街奴才都找遍了，就是没找到。你呢？你也没找到？四姨，找到了，小的不就带回来了吗？我白养了你们这一群人了啊！简直是一帮废物！都给我滚！是。哎，四姨，四姨，哎，怎么样啊？我就不相信，他能从扬州城消失掉了不成？你去，把那个王什么德给我找来。是。